讲到大肠假心肉猪肉片是药师进行复检了后，确定有检出3肉精西布特罗0.00%ppm。行政院认为讲，这只是单一个案尔，唔是系统性问题。目前已经排除伫咧贴目场、屠宰场是检测污染的可能性。也因为这送检验的检体是台中市政府送过来的，敢有可能伫咧过程遭受污染？目前也无法度排除。台中市食安处检出一包大肠的假心肉肉片，有袂使检出的乙型受体素西布特罗0.002ppm， 部分检体送到卫福部食药署复检，结果也是验出0.001ppm。星期下晡，行政院搁开记者会，讲复检搁再检出，代表仪器残级的检验无问题。验过食药署提出相片指出，当初检体是装伫包好的塑胶袋送过来，这个部分至阵也无度排除有污染的可能性。没有完整的包装，因为是剩余检体，所以有排除它被污染的可能性。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排除，但是我们也很客观的希望由请专家组成委员会之后去调查、去了解。行政院食安班主任柯富所提这个细管啊，讲这实验室内底西布特罗就是装伫这款的管仔内底，验各种药品1公克就要上8万块，比黄金泉州也较贵，无可能该掺伫个治疗内底。不过这污染到底是对倒位来？就排除实验室的检验过程，农业部也检验大肠所有的肉猪肠、猪毛、血清饲料，是不是全台8大肉品市场全部拢无检出。所以相对的，我们产业是绝对没问题的，而且它不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问题。购买这个我们国产的猪肉的时候，可以放心的一个购买。经济部搁再讲到，大肠无经济动机理由提真贵的西布特罗来饲猪，不过复检结果也是检出微量的残留，万一台中市食安处要开发的。它是一个极低的浓度，几乎是检测的临界值的存在，而且它只存在单一盒肉里面。如果你是厂商，你被罚，你会不会服气？所以是不服气吗？如果要做处分，应该要有更扎实的证据。对食药署复检也验出来有人解读是卫福部处长王必成当面互人发现错误，对此提前休假。王必成强调，伊至今无任何一点仔怀疑唔对所在。张议员无都知影污染源，食安班认为唔是讲拢无线索，就已经排除饲猪场、屠宰场，仪器检验的过程会继续追查落去。记者综合报道。